萊昂嘅佛手瓜喺島上極受歡迎，種植需要專門嘅知識。佛手瓜喺西印度群島菜式中好重要。種嘅方法係咁嘅，植物要放喺溝槽入面，等我哋可以攀上樹木或者支架，然後彎彎曲曲咁攀附喺格架上。多得呢片獨特嘅土地，萊昂嘅佛手瓜同佢種嘅甘筍一樣，帶有微微甜味，因為土壤入面有石英。難怪每到傍晚，佢啲蔬菜都被搶購一空。由馬丁尼克向南搭1個鐘船，就到同屬向風群島嘅聖盧西亞。佢比馬丁尼克細好多，620平方公里嘅土地上，只係住咗20萬名居民。呢度最初喺1660年被法國殖民，呢座島嘅歷史充滿英法兩國之間嘅衝突，直到1814年成為英國領地。而家呢度已經獨立，但仍然係英聯邦成員。佢嘅首都卡斯翠有種舊式魅力，呢度嘅經濟主要係靠旅遊業，但隨之而來嘅問題亦都唔少。傳統木屋正逐漸消失，全木嘅建築唔單止維護成本高，而且好易被颶風破壞。市中心市集同商鋪嘅節奏，完全跟隨巨型郵輪嘅來來往往。郵輪上會有幾千個乘客湧入島上，多數都只會停留幾個鐘。沿住海岸向南行，去到昂斯馬里哥呢個幾乎封閉嘅海灣。由於好適合用嚟收埋船隻，所以呢度曾經係海盜嘅天堂。而家呢度有個小艇碼頭，可以欣賞優美嘅風景同平靜嘅海灣。向南行幾公里，昂斯拉雷係一條漁村。占士啱啱返到嚟，準備緊做午餐嘅魚。係啊，好新鮮！條堅魚仔係今朝喺個海度捉翻嚟，我會加鹽、加蒜頭、加洋葱。捕魚喺當地唔算係受歡迎嘅工作。
於瓜利布火山嘅一部分，亦叫蘇弗里耶爾。呢度嘅火山區域有地熱田，佈滿含硫嘅噴氣孔同溫泉。火山口大約喺32000年前形成，普遍認為佢已經唔再活躍。呢座火山並唔係死火山，仍然有可能爆發，可能會再次活躍起嚟。因為喺大約2-3公里，即係1.5英里深嘅地方，有個岩漿庫。只要喺地面下面有岩漿，佢就有可能會再次活躍。你喺度見到嘅係硫磺泉，基本上就係地熱田，有好多沸騰嘅水池同噴氣孔。只有呢一帶有火山活動，因為呢度有2條地質斷層線，由西北向東南方向延伸。有一個相當好玩嘅儀式喺下游嘅硫磺泉等緊遊客。首先喺身上塗滿火山沉積物，再喺熱水入面暢泳。視乎你身處邊度，有時好難分得出大小皮通山。大皮通山大好多，但高度就差唔多。小皮通山嘅最高點係743米，而大皮通山就係770米。喺大皮通山山腳嘅豐陽里布村係攀登岩石尖峰嘅起點。以前呢度係逃離種植園嘅奴隸嘅避難所。皮通山以前係土匪嘅藏身處，奴隸由種植園逃走出嚟之後，第一個落腳點就喺呢度，之後再喺村莊定居。佢哋以前仲會當皮通山係神咁拜，係好耐之前1700年代奴隸制時期嘅事啦。皮通山上主要係熱帶雨林，有8種稀有樹木。連山峰都有茂密嘅植物覆蓋。喺皮通山後面有個佔地135公頃嘅豐杜可可種植園，為咗喺經濟上得以維持，呢度嘅老闆投資生態旅館，仲修復咗幾間傳統小屋。可可大約喺250年前傳入呢個島。呢度種咗2種可可，分別係弗拉斯特羅同特納尼達，亦叫做牙買加可可果莢。打開可可果莢之後，會見到可可豆俾白色嘅果肉，即係黏質包圍。可可全年都可以生長，我哋全年都有收成，會用嚟喺豐杜度假村製造朱古力。發酵過程需要避光，之後就將可可豆擺上木